如果你嚟緊準備收樓又頭痛，嗱，好多屋主咧以為設計咧一定要一早 plan 好，唔可以再改動嘅喎。但其實咧，就算收咗樓之後咧，先臨時改變咧，都可以有方法解決嘅。嗱，今日我哋開箱呢個單位咧，就係分享點樣應對呢個挑戰啦，仲會咧俾幾個實用嘅 tips 你嘅喎。即刻去片。其實今次呢一個設計單位都係想以輕裝修為主啦。咁屋主揾我哋嘅時候，都希望係實用美觀兼備啦。今次嘅風格係偏向木係簡約啦，但屋主咧對顏色都有啲偏好嘅。咁佢會用一啲比較 sharp 嘅顏色去配襯喺唔同嘅空間區域嗰度啦。例如係小朋友房啦，我哋用咗木色去襯托，但係咧亦都配上咗一種比較鮮豔嘅黃色啦，去到做翻個主題嘅。而主人房咧亦都用咗木色去配搭一種比較上都係鮮豔啲嘅橙色啦，甚至乎屋主佢買嘅梳化都配襯翻佢主人房嘅橙色嘅。實用啦、美觀同埋舒適。其實今次最大嘅挑戰咧，我相信係時間啊，因為屋主其實喺2個月前啦左右啦，已經係揾我哋去做設計嘅。咁但係收咗樓之後咧，發現家私嘅擺位咧想有一個變化，咁所以我哋係收咗樓之後，將小朋友房啦同埋廳嘅一個佈局咧，全部扭轉晒，再重新再做過。咁屋主當然啦，都希望可以想快啲入伙啦。咁所以我哋最大嘅挑戰，我相信係個時間咯。咁我會因應翻屋主嘅生活習慣啦，去設計翻適合佢哋嘅家私啦。例如係喺個廳嗰度，因為今次個單位都係一個開放式廚房啦，咁要放一張正常嘅餐台咧比較困難嘅。咁所以我哋喺個廳嗰度做咗一組好大型嘅 TV 櫃，連埋多功能嘅收納櫃啦。裏邊亦都隱藏咗一張大嘅餐台啦，唔用嘅時候就可以收埋佢啦。因為屋企都會有個小朋友，希望多啲活動空間俾佢喺個廳嗰度玩啊咁樣。咁所以一啲多功能性嘅家私設計係今次嘅一個收納嘅一個設計重點啦。其實都係弧形線條啦，不過今次就主人房嗰度咧，除咗做咗2級地台都會有啲 curve 嘅形狀之外，今次個梳妝台都做咗一個幾特別嘅設計㗎，屋主都非常之中意嘅。物料方面咧，我哋今次都係用翻一種 ENF 級嘅生態板啦。呢種物料嘅特性咧係冇甲醛啦、襟污糟啦，同埋係防潮嘅。咁尤其是今次呢個單位係喺將軍澳啦，比較潮濕嘅地方，咁用呢種物料咧會比較適合啲嘅。另外啦，用咗木色同埋一啲主題嘅顏色啦，去到放大翻成個視覺嘅空間感，出到嚟嘅感覺就比較溫馨自然啲。我諗係一啲5金配件啦，例如係一啲緩衝嘅門膠啊、路軌啊咁樣啦。咁因為一般嚟講，有啲屋主都未必有注意到呢一樣嘢，或者有陣時我哋開嘅櫃門用翻一啲180度櫃門啦。咁呢啲都係會少少嘅心思設計啦。咁但係對於用起上嚟嘅時候咧，會增加佢個方便性。我相信係個收納同埋動線更加清晰啦，可以令到屋主一家人可以集中喺一個區域嗰度活動啊，而且咧又唔會覺得好局促。咁如果一般嘅屋主都想做到類似嘅風格嘅話咧，記住一定要事前同設計師傾清楚你自己嘅生活需要，唔好喺網上邊揾好多圖片就覺得可以放到喺自己屋企度喎。因為咧每一個家庭嘅需要都係唔同啊。其實喺裝修設計嘅時候咧，都要注意翻，如果盡可能嘅話，訂做家私會好啲啦，可以運用到每一寸嘅空間。畢竟現成家私尺寸都冇訂做咁 fit 啊嘛，呢一點係需要留意下咯。如果你嚟緊準備收樓又頭痛緊點樣可以輕裝修嘅話咧，歡迎留言話俾我知，記得 follow 我哋嘅 channel 啦，一有新片咧第一時間通知你。我係 Benny，下次見，拜拜。